包咗粒魚包咧，仲有一條尾噶嘛，嗰條尾咧就係個三角尖嗰度啦，即係個角尖嗰度咧有條尾咧比較好睇嘅個魚包，佢同嗰啲餃子係唔同嘅。淥熟嚟食咧，你夾起佢都仲有一條尾喺度，佢唔斷得嘅。我哋間目前咧都係一日300到400斤左右啦，咁啊所以咧我哋都係冇得停嘅，因為一條鯪魚又唔大條，大條嗰啲咧佢就比較粗啲，因為佢啲肉紋比較粗，所以咧我哋都係唔攞嗰啲大條嘅，都係攞嗰啲3兩到半斤嗰啲鯪魚最多。鯪魚咧佢本身鮮甜味比較好，所以咧我哋一般都係用清水鍋底。清水鍋底咧，你淥咧就食起嚟咧好鮮甜。一般这边其实就是，用一块铜板把它给剪开之后打成形，打成形呢，跟着用几个零件呢，就打成不同的零件之后呢，把它焊接，焊接完之后把它磨好了，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啊，因为我做了这这10几年，我也收了很多旧的东西回来，就老锡罐，一直在用的一些器皿，其实工艺很简单。没什么大不了，因为你要记得，它就是民用的东西，很简单的一些工艺。就我爸那个年代呢，是做那个街坊的生意啊，跟着我接手的时候，我觉得街坊生意的市场太窄了，所以我开发了一些比较可爱特别的一些东西来吸引这个70后、80后的市场，包括喝茶的茶具，包括送礼的一些小礼品。不同的锤子，它出来的肌理是不一样的，没有太正规的东西玩嘛，我做了13年铜，我天天都是玩而已了。